未來預演，作者 Dr. Joe Dispenza， 第8章，靜坐，幫那個老舊的自己解套。想要更健康，就必須停止不健康的生活方式。要擺脫貧窮、病痛、厄運，就要停止做那些會讓你變成這樣的事情。只有當你決定停止做那個熟悉的自己，你才能騰出空間，幫助自己填進新個性。要做到這些，有個簡便的方法：靜坐。在前一章中，我們知道縮小真我和假面這兩者差距的重要性。一旦我們能做到，就可以釋出必要的能量，來成就一個理想的自我。就像甘地和聖女貞德等歷史偉人所做的一樣。正如我所說，打破舊自我習慣的關鍵之一，就是努力變得更有觀察力。這需要更多的後設認知，追蹤你的想法，需要你學會享受安靜、知止，或者更注意你的行為，以及環境因素可能會引發怎樣的情緒反應等等。因此，這裡最大的問題就是你怎樣做到上面這所有一切。換句話說，你要如何變得更有觀察力，斷開你跟身體、環境和時間的情緒連結，並消除身份認同的差距？答案很簡單，靜坐。你可能已經發現，我在前面多次提到靜坐可以打破舊自我的習慣，開始創造你成為理想自我的新人生。我也告訴過你，本書第1部和第2部提供的資訊會幫你準備好，讓你在進入第3部分的靜坐練習時能更快進入情況。當我提到靜坐一詞時，或許你會馬上聯想到一些畫面：一個人盤腿坐在神案前，或是一個束着鬍子、穿着長衫的瑜伽修行者，安靜坐在喜馬拉雅山上一個偏僻的山洞裏，或者其他諸如此類的畫面。那樣的人物代表的是你對入靜的看法。將心靈淨空，把所有的注意力集中在一個念頭上，或者是其他任何版本的靜坐法。靜坐的技巧有很多種，但在本書中，我希望透過靜坐能讓你得到一個最大的好處：接觸及進入潛意識心的操作系統，拋開那些跟舊自我相關的想法、信念、行為和情緒，然後靜靜觀察。一旦你做到這些，你就能下意識地重新編寫你頭腦和身體的程式，成為新的心。當你不再無意識地產生想法、信念、行為和情緒，並通過有意識地運用你的意志來控制它們，你就可以解開舊自我的枷鎖，成為一個新的自我。要怎樣才能進入這個操作系統，並把無意識帶進你的意識層面，是本書其餘部分我將要探討的主題。靜坐的第一種定義：更熟悉你自己。在藏語裏，靜坐的意思是變得熟悉，因此我們用靜坐一詞來作為自我觀察與自我發展的代名詞。畢竟，不論是為了熟悉什麼，我們都不得不花些時間來進行觀察。同樣的，做出任何改變的關鍵，就是從成為它到觀察它。另一種思考這種轉變的方式是從一個實踐家變成一個同時具備實踐家與觀察者的身份。我可以用一個簡單的比喻來說明：當運動員或表演者、高爾夫球選手、滑雪選手、游泳選手、舞蹈歌手或演員想在技術上做些改變時，很多教練都會讓他們去看看自己的錄影帶。除非你能看見舊的和新的角是什麼樣子，否則你要怎樣從舊的操作模式改變成新的呢？對於你的新舊自我也一樣，你想要停止用某種方式做事，但如果你不知道那種方法是什麼樣子，你如何能做到？我經常用忘記所學 unlearning 一詞來描述這個改變階段。
要對自我更熟悉。這個過程是雙向運作的，你需要看見舊的自我，也要看到新的自我。你必須非常精確和警覺地觀察自己。正如我所說，你不能允許任何潛意識的想法、情感或行為被忽略。由於人類的額葉較發達，讓你具備做這件事的能力。你可以審視自己，來決定想要改變什麼，讓人生過得更好。決定不再做舊的自己。一旦你能意識到那些根深蒂固在潛意識操作系統裏習慣性自我的無意識層面，你就開始了改變自己的過程。當你認真想做些不同的事時，通常要採取哪些步驟呢？首先，你要把自己跟外界分離一段夠長的時間，去思考要做什麼以及不做什麼。接着，你開始會對舊自我的許多方面變得覺察，也開始計劃與新自我相關的一些行動。舉例來說，如果你想變得更快樂，第一步就是停止不快樂，也就是停止去想那些會讓你不快樂的想法。其次，停止去感受痛苦、悲傷和憂愁的情緒。如果你渴望變得有錢，你很可能會決定停止做那些讓你變窮的事情。如果你想變得健康，你必須停止不健康的生活方式。這些例子都在告訴你，無論你要改變什麼，首先都必須下決心停止做舊的自己，直到你能騰出空間給新的人格，包括想法、行為和實踐。因此，假如你藉着閉上眼睛並變得安寧，減少感官輸入，讓你的身體處於靜止的狀態下，不去專注線性時間，以消除外界的刺激，你就能夠專注地覺察到你正在想什麼，以及有什麼感覺。而如果你開始注意身心的無意識狀態，並對你無意識的自動程式變得熟悉，直到它們變成有意識的，你算是在靜坐嗎？答案是肯定的，認識自己就是靜坐。假如你不再具有那樣的舊個性，而是注意到它不同的層面，代表你正在有意識地觀察過去身份認同的程式。換句話說，如果你能帶着意識去觀察舊自我，你就不再是他了。當你從不覺察到進入覺察，就是開始在你的主觀心靈客觀化。也就是說，藉由注意自己的舊習慣，你有意識的參與就會開始將你抽離無意識的程式，並賦予你更多的控制權。順帶一提，如果你成功地以意識去抑制身心的慣常狀態，那麼不再同步發射的神經元就不會再連結一起。一旦你修剪了舊自我的神經硬體，就不會再以相同的方式號令相同的基因。恭喜你，你已經打破了舊自我的習慣，期待新自我的非凡表現。現在讓我們再前進一步，一旦你對舊自我變得熟悉到沒有任何想法、行為或感覺，會使你在無意識地落入舊模式中。你也許會同意，開始熟悉一個新自我是個不錯的主意。因此，你可能會問自己，什麼是我想要的，比以前更好的自我表現？假如你啟動額葉去思考自我的這個層面，你使用大腦的方式就不同於過去了。當我們的執行長額葉接收到這個新問題，它會俯瞰着腦中的其他部分，然後完美融合了所有你儲存在腦中的知識和經驗，成為一種新的思考模式。額葉幫你建立了一個內在的表徵，讓你可以開始聚焦於此。這個沉思的過程會建立新的神經網絡。在你思考上面所提到的問題時，你的神經元會開始發射，並以新的序列模式和組合方式連結，因為你正在以不同的方式思考。而每當你讓腦以不同方式運作的同時，也改變了你的心。當你計劃行動、推測新奇的可能性、喚起新的存在方式，以及夢想着新的身心狀態時，在某個時刻，額葉將啟動並調降三巨頭的干擾。
一旦發生這種情況，你正在想的那個想法將會成為一個內在體驗，你將會在神經系統中安裝新的軟硬體程式，而那個成為新自我的體驗就像已經在你腦中實現了。如果你每天都重複這個過程，你的理想就會成為一種熟悉的心理狀態。還有一個重點，假如你很投入自己所專注的想法，直到它變成一種體驗，那麼最終的產物會是一種情緒感受。一旦這種情緒被創造出來，你的感受就像是你的新理想已實現了，而那種新感覺也會開始變得熟悉。當你的身體開始把這種體驗當成目前的現實來回應時，將會以新的方式號令基因。於是你的身體在事件尚未實際發生之前，當下就開始改變。現在你就在時間之前，而且最重要的是，你進入了一種存在狀態，身心齊步走的狀態。如果你持續重複這個過程，這種存在狀態也會變得熟悉。假使你保持那種修正過的身心狀態，不受限於外在環境和身體的感受需求，不受時間制約，你的世界裏應該就會出現一些不一樣的事情。這就是量子定律。讓我們在這裏做個簡單的總結。根據我們正在的運作模式，你所需要做的就是提醒自己，你不想再成為什麼樣子的人，直到你對於舊自我，包括舊的想法、行為和情緒變得非常熟悉，熟悉到你能關閉和拆除你的舊心靈，不再用同樣的方式號令同樣的基因，然後你反覆地仔細思量你想成為的樣子。這樣一來，你就會觸發及連結新的心靈層次，在其中你就可以在情緒層面內調節身體，直到這些心靈層次變得熟悉，成為你第二天性。於是改變發生了。靜坐的第二種定義，耕耘自我。除了藏語的意義，靜坐在梵語中的意義是耕耘自我。我特別喜歡這個定義，因為它以園藝和農業的隱喻提供了改變的可能性。當你用鏟子或其他工具把放牧一段時間而變得堅硬的土壤整地翻土時，翻出了新的泥土和養分，讓種子更容易發芽，嫩苗更容易扎根。此外，耕耘也可能需要不掉上一季栽種的植物，處理過去忽略的雜草，並移除浮出地面的任何石頭。上一季的植物或許代表是你過去的那些創造，它們衍生自你定義舊自我的思想、行為和情緒，而雜草可能意味着長期的態度、信念或對自己的看法，正在潛意識裏破壞你的努力，而你卻沒有注意到，因你被其他事情分了心。至於石頭則可以代表層層包覆你的個人阻力和限制，隨着時間逐漸自然浮現到表面，阻止你的成長。這一切都需要重新管理，這樣你才能騰出空間，在你心裏種植出一座新花園。否則，即便你闢建一座新花園或栽種了新作物，事前卻沒有做好適當的準備功夫，就不能期待會有好結果。我希望你現在能夠明白，當你還泥足深陷於過去時，是不可能創造出任何新的未來。你必須清除心靈花園的舊痕跡，然後才能經由播種新思想、新行為和情緒的種子，來開創一個新的人生，耕耘出一個新的自我。另一個關鍵是使用耕耘一詞，在於這不是隨機的行為。我們談的不是種子隨意散佈在土地上的野生植物，其中只有很小比例會開花結果。相反的，耕耘需要做出有意識的決定，何時翻土，何時播種，要種什麼，要怎樣讓所有種植的作物能夠和平相處，要加多少水和肥料，諸如此類。計劃和準備是成功的必要措施，這就需要我們平時的正念專注。
同樣的，當我們說某人交換自己感興趣的某個主題時，我們的意思是指他用心研究自己有興趣的領域。此外，我們也用自我交換來形容一個有修養的人，也用心挑選自己所接觸的事物，並累積了大量的知識和經驗。這絕對不是一時興起，也絕非出於僥倖。當你交換某事時，你正在尋求的是一種控制權，這也是當你改變任何部分的自我時所需要的。與其讓事情自然發展，你主動介入並有意識地採取行動，會減少失敗的可能性。這一切努力背後的目的是為了收穫成果。當你在正在中耕耘一個新的人格，你所要創造的豐碩成果就是一個新的現實。創造一個新心靈就像是耕耘一座花園，你從心靈花園所展現的成果就像是從土壤中長出來的作物一樣，請好好照料。改變的靜坐過程從冇意識變得有意識。總結靜坐的過程，你必須打破舊日自我的習慣，重新塑造一個全新的自我，放掉你的舊心靈，創造一個新心靈，修剪特觸連接，再培育新連結，解除過去情緒的記憶，並把身體重建為一個新的潛意識心和新情緒，拋開過去，創造一個新的未來。讓我們更進一步來看看在這個過程中的幾個要素。顯而易見，要避免讓任何你不想經驗到的想法和感覺未經檢驗就闖關，你必須發出觀察和專注的強大技巧。我們人類對於專注和吸收輸入資訊的能力有限，但我們能夠做到的絕對比平時處於無意識狀態下所做的好得多。為了打破舊自我的習慣，明智的做法是選擇你想要改變的一個舊特質、傾向或特徵，並集中注意力在這個單一點上。比如說，你可以會從問自己這個問題起頭：當我憤怒時，我的思考模式是什麼？我對別人和自己說了些什麼？我是怎樣反應的？我生氣時，還有什麼其他的情緒湧現出來？我的身體對憤怒的感覺是怎樣的？我要怎樣才能意識到憤怒的觸發點，並改變我的反應方式？改變的過程需要先忘掉所學，然後再學習。前者意味修剪腦中的舊回路，而後者則是在腦中觸發和連接回路的功能。當你停止用同樣的方式思考，當你抑制你的慣性並中斷這些情緒引，舊自我就會開始在神經上被修剪掉。而如果神經元之間的每個連結都構成一個記憶，那麼當這些回路被拆除，舊自我的記憶將隨之一起被除去。當你想到你以前的生活以及你過去的樣子，一切都恍如隔世。那些記憶現在存在哪裏呢？他們將交付給靈魂，成為智慧。當這些曾經號令身體的想法和感受透過你的意識的努力而停止，受困的情緒之中的能量就能重獲自由，並被釋放到量子場。於是你將擁有的能量用來設計和創造一個全新的命運。當我們把靜坐當作一種改變自我與人生的方法，當我們變得有意識和覺察，熟悉且願意去採取必要的行動來消除不想要的個性，並耕耘一個我們想要的人格特質，我們所做的正是神秘主義者已經做了幾百年的事。我採用的是一種明確的生物學方法來進行改變，而神秘主義者也是，他們只是用不同的術語來描述這個過程，最終結果是相同的。戒除我們對身體、環境和時間的癮，只有進行這樣的分離，我們才能改變。只有超越三巨頭的思考，我們活着才能真正不受他們的影響，並重新建立我們每天如何思考和感覺的主宰權。長久以來，我們一直在運作的無意識程式已經控制了我們，靜坐可以讓我們重新拿回控制權。首先，你會變得更有覺察力。
去辨別那些編寫好的程式反映在何時與如何接伴，這是必要的。一旦你能從無意識變得有意識，就開始消除了你的外在表現、假面和真實的你之間的距離。你的未來波，正如我們所見，知識是經驗的先行者。如果你能對靜坐時在腦中所發生的事先有基本的了解，當你開始學習和體驗第三部分的靜坐過程，就會比較得心應手。你可能知道，我們的大腦天生就具有電化學性質。當神經元被觸發，它們會交換電荷，然後產生電磁場。因為不同的腦電活動是可以測量的，這些測量結果可以提供我們思考、感覺、學習、夢想和創造的重要資訊，以及我們處理這些資訊的方式。科學家用來記錄腦電活動變化最常用的技術就是電腦圖 EEG。研究發現，人類腦波頻率的範圍很廣，包括深度睡眠時頻率非常低的腦波活動 Delta 波，介於深度睡眠和清醒之間的睡意朦朧狀態 Theta 波，創造幻想的狀態 Alpha 波，有意識思考時的較高頻率 Beta 波，以及到腦波記錄上最高頻率伽馬波。這在意識的高昂狀態中可見。為了讓你能對這趟靜坐之旅有更多了解，我將會簡單敘述一下其中每個跟你有關的狀態。一旦你明白這些領域是什麼，你就會更清楚什麼時候你的腦波狀態會讓你改變自我的努力徒勞無功。天可明鑑，我也曾經歷過，也更了解什麼時候你的腦波狀態能孕育真實的變化。隨着孩童慢慢長大，大腦中的主要頻率會從 Delta 波、Theta 波、Alpha 波推進到 Beta 波。我們在靜坐中的任務就是要返老還童，從 Beta 波、Alpha 波、Theta 波逆轉成熟悉或神秘的 Alpha 波。因此，了解人類發展過程中腦波變化的進程，可以幫助我們解密靜坐的體驗過程。兒童的腦波發展從潛意識到意識心 Delta 波，從出生到2歲之間，人腦的功能主要是在腦波最低頻的層次，每秒為0.5到4個週期，在這個範圍內的電磁活動被稱為 Delta 波。成年人在深度睡眠時就處於 Delta 波，這也解釋了為什麼新生兒通常只能保持清醒幾分鐘，以及為什麼即使是睜開眼睛，小嬰兒還可能處在睡眠狀態。當1歲的幼兒醒着時，他們主要仍處於 Delta 波，這是因為他們基本上是以潛意識在運作的，來自外界的訊息直接進入他們的腦中，幾乎沒有經過任何編輯、批判性思考或判斷。思維腦、新皮質或意識心在此時以非常低的頻率運行。Theta 波大約從2歲到5、6歲左右，孩子開始表現出稍高頻的腦電圖波形。這些 Theta 波頻率為每秒4到8個週期。在 Theta 波的運作下，孩子往往處於恍神狀態，基本上他們活在自己的內心世界裏，他們生活在抽象和想像的角度裏，而且鮮少表現出批判或理性思考，因此幼兒比較容易接受你告訴他們的一切。順便一提，真的有聖誕老人哦。在這個階段，這一類的句子對此階段的幼兒影響深遠。男兒有淚不輕彈，女兒應乖乖聽話，不要插嘴。你姐姐比你聰明，如果你受涼了就會感冒。這一類的說話會直接進入孩子的潛意識心，因為這些低頻的腦波狀態是潛意識的領域。Alpha 波，5歲到8歲的孩子，腦波再次改變到 Alpha 波的頻率，每秒8至13個週期。在孩童發展的這個階段，分析性心智開始形成，孩子開始能理解外界生活的法則，並做出結論。
同時他們內心的想象世界往往會和外在的現實世界一樣真實。這個年齡的孩子通常腳踏兩個世界，這就是他們這麼會假裝的原因。例如，你可以要小孩假裝他們自己是大海中的海豚，在風中飛旋的雪花，或是一個拯救世界的超級英雄。幾個小時後，他仍然在扮演着這個角色。如果你請一個大人做同樣的事，你知道結果會怎樣？貝塔波從8歲到12歲，以及12歲以後，腦部活動的頻率會變高。兒童腦中任何超過每秒13個週期的腦波都是貝塔波的領域。貝塔波從那時開始，持續在整個成年期中發展到不同程度，並代表了意識與分析思維。從12歲以後，意識和潛意識心之間的門多半處於關閉狀態。貝塔波實際上分成低頻、中頻、高頻3個範疇。隨着孩子進入青春期，通常會從低頻貝塔波進入中高頻的貝塔波，如同大部分的成年人一樣。成年人的腦波狀態，貝塔波，當你在讀這一段時，很可能就是處於日常貝塔波活動的清醒狀態。你的大腦正在處理感官訊息，並試圖創造你外在和內在世界之間相關的意義。當你專心閱讀這本書的內容時，可能會感覺到凌壓在座位上的身體重量，可能會聽見背景音樂，可能會抬頭看看窗外。所有這些訊息都經過你的思維腦、新皮質來處理。Alpha 波現在閉上眼睛，我們80% 的感官資訊來自視覺，並有自覺地向內探索。由於你大幅降低來自環境的感官訊息，進入神經系統的訊息就會減少很多。你的腦波自然會減慢到 Alpha 波的狀態，你全身放鬆，不再那麼專注於外在世界的事物，內在世界開始獲得你的注意力，逐漸你不再思考和分析。在 Alpha 波狀態下，大腦處於輕度的靜坐狀態。當你練習第3部分的靜坐後，將會進入更深度的 Alpha 狀態。每一天你都可以不需要花很多氣力，就能讓大腦進入 Alpha 波狀態。例如，當你在一場演講中學習新東西時，你的大腦通常在低頻的 Alpha 波狀態運行。你正在聽着這些資訊，並分析其中所介紹的概念。然後當你聽得夠多時，或特別喜歡其中一個對你適用的有趣點，你自然會暫停下來，讓你的大腦順勢進入 Alpha 波狀態。你之所以這樣做，是因為這些信息正被拼合到你的灰質之中，而當你出了神，代表你正在進入你的想法之中，使得想法比外在世界更加真實。當這種情況發生時，你的額葉正在將那些資訊連結到你的腦架構，然後就像魔術一樣，你記住了剛才所學到的東西。斯塔波在成年人身上，斯塔波出現在微明狀態 （twilight state） 或清明夢的狀態。在此期間，有些人會發現自己半睡半醒，意識心是清醒的，而身體則昏昏欲睡。當催眠治療師進入患者潛意識時，也就是這種狀態。在斯塔波的狀態下，我們更容易被改寫程式，因為這是在意識和潛意識之間沒有隔閡。Delta 波對大多數人來說，Delta 波代表深度睡眠。在這樣的狀態下，意識覺知幾乎不存在，而身體正在自我重建。正如以上所簡單說明的，一旦我們進入較低頻的腦波狀態時，將會深入到潛意識心的內在世界。反之亦然，當我們進入更高頻的腦波狀態時，我們就越有意識，而且越專注於外在世界。經過反覆練習之後，你對於心靈中的這些領域將會變得日益熟悉，就像其他任何你所堅持的事一樣。你將會注意到每個腦波模式是什麼感覺，你會知道
何時處於貝塔波狀態下，讓你分析或想得太多。你也會觀察到何時你不是處於當下，因為你在過去的情感和試圖預測未來之間擺盪。同樣，你也能感覺到何時你處於 alpha 波或 theta 波的狀態，因為你會感覺到它們的同調性。久而久之，你就會知道何時你進入狀態，而何時沒有。伽馬波，最高頻率的腦波。目前記錄上最高頻率的腦波是伽馬波，從40到100 Hz。相較於其他4種上文提過的腦波，伽馬波更緊密且振幅更小。雖然其頻率與高頻貝塔波相似，但兩者之間並沒有明確的相關性。腦中存在大量的伽馬波活動，通常與心靈的高昂狀態有關，譬如幸福感、同情、慈悲心，甚至覺察力提升，更有利於記憶。這就是意識的提升層次。人們往往將之形容為擁有一個超越或高峰體驗。對於我們而言，可以把伽馬波當作轉變意識的附加作用。3種貝塔波主宰了我們醒着的時間。既然我們把意識清醒的大部分時間都花在外面世界，並在貝塔波狀態下運行，所以就讓我們更深入來談談這3種不同頻率的貝塔波吧。這樣的理解能幫助我們從貝塔波狀態進入 alpha 波，最終達到 theta 波的正在狀態。第一，低頻貝塔波是一種放鬆及有興趣的專注，範圍從13到15 Hz 每秒的周期數。如果你看書看得樂在其中，對書中的內容相當熟悉，你的大腦很可能就觸發低頻貝塔波，因為你花了一定程度的注意力，而且不帶任何的警覺或繃緊性。第二，中頻貝塔波由專注於持續的外來刺激所產生，學習就是一個很好的例子。假如在你放鬆讀這本書的低頻貝塔波狀態下，我告訴你，等一下會測試你了解多少，於是你會稍微打起精神，導致更多新皮質的活動，譬如分析性思維。於是中頻貝塔波就出現了，其頻率範圍為16至22 Hz。中頻貝塔波甚至是低頻貝塔波，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了我們的意識或理性思考，以及我們的警覺性。這些腦波是新皮質透過所有感官接收及打包來自環境中的刺激信息，創造出一種心靈層次。你可以想象，伴隨着我們所看到、聽到、聞到、嘗到及感覺到的所有一切而來的，是腦內大量的複雜活動。於是就在心靈層次製造出同樣的刺激。3. 高頻貝塔波涵蓋了從22到50 Hz 的任何腦波，在壓力狀況下會觀察到高頻貝塔波的波形，也就是體內產生那些求生化學物質的時候，在這樣的高度亢奮的狀態下所維持的專注力，不是可以用來學習、創造夢想、解決問題，甚至是療癒身體的類型。事實上，我們可以說，在高頻貝塔波狀態的腦太過於專注了，心靈太過亢奮，而身體受到過度刺激，以至於無法理出任何頭緒。當你處於高昂貝塔波的狀態，你當下只知道你很可能太過專注於某個事物，卻很難喊停。高頻貝塔波短期的求生機制，以及長期的壓力和失衡來源。緊急情況總會創造出迫切的需求，使腦電活動增加。我們天生就有戰或逃反應，幫助我們迅速集中精神，對付潛在的危險。心、肺和交感神經系統的強烈生理刺激，導致心理狀態的戲劇性變化。我們的感知、行為、態度和情緒都會隨之改變。這類的注意力與我們平常所使用的注意力大不相同，它會使我們的行為舉止像一頭配備大型記憶體、處於備戰狀態的動物。我們的注意範圍更側重於外在環境，導致心靈處於過度聚焦的狀態。焦慮、擔心、憤怒、痛苦、沮喪、
恐懼，甚至是競爭的心理狀態，都會誘發高頻貝塔波，成為危機中的腦波優勢波。就短期來說，高頻貝塔波對所有物種都有利。這種狹隘且過度聚焦的注意力不是壞事，它讓我們能夠完成任務，賦予我們達成許多事情的能力。然而，假如長期都處於這種緊急模式下，高頻貝塔波將會造成身心嚴重失衡，因為維持這個波頻需要相當大嘅能量，而且這種腦波是所有腦波中最活躍、最不穩定也最善變。當高頻貝塔波成為習慣且失控時，我們大腦會變得太過活躍，超出正常的健康範圍。遺憾的是，許多人都濫用了高頻貝塔波，於是我們執着或強迫、失眠或長期疲勞、焦慮或抑鬱，強迫自己成為無所不能的人，或無助地緊抱雙腿不放，或是力爭上游超越對手，或是成為環境的受害者。持續的高頻貝塔波讓大腦失序。我們可以把正常運作的大腦看成是中樞神經的一部分。中樞神經系統控制並協調身體其他所有的系統，它讓心跳跳動、消化食物、調節免疫系統、維持呼吸頻率、平衡各種激素、控制新陳代謝以及排除身體廢物等等。只要身心同調且有序運作，從大腦通過脊髓到達身體的訊息，將會產生與健康平衡的身體同步的訊息。然而，許多人在醒着的時候都持續處於高頻貝塔波的狀態下，隨時都是緊急或戰或逃的狀態。大腦被非常快速的周期波所主導，這會拖垮整個中樞神經系統。在這樣的腦波生活下，就像是用一檔開車，同時還踩着油門。這些人漆漆地駛過自己的生活，從來沒有停下來考慮過換擋到其他的腦波狀態。求生存的想法讓他們一再地創造出憤怒、恐懼、悲傷、焦慮、抑鬱、好鬥、侵略性、不安和挫折感。諸如此類的感覺，如此深陷在這些有毒的情緒中，使他們試圖從這些熟悉的感覺分析問題出在哪裏。但這只是持續讓更多思緒過度聚焦在求生存上面。此外，你應該還記得，一個想法就能啟動壓力反應。我們正在思考的方式強化了頭腦和身體的當下狀態，致使我們用同樣的方式思考，周而復始，就像蛇咬尾一樣，永無止境。長期處於高頻貝塔狀態會產生不健康的壓力化學混合物，導致腦部失衡，就像是個方空走板的交響樂團。大腦可能會停止與其他身體部分有效協調，而各個大腦區域也會各自為政，彼此對立。這種情形就像一個兄弟益長的大家庭，頭腦不再以有組織且整體的方式進行溝通。由於壓力化學物會迫使思維腦新皮質變得更加隔閡，我們可能會像具有多重人格障礙的人一樣，只不過我們同時經歷這一切，而不是一次只出現一種人格。想當然的，當失序且非同調的信號由大腦透過中樞神經系統將反常及混亂的電化學信息傳遞到其他的生理系統時，將會擾亂身體的穩態和平衡，造成身體失衡，由此帶來疾病。如果我們長期在這種腦部功能混亂的高壓模式下生活，心臟將會受到影響，導致心律不正或高血壓。消化系統也會開始失能，消化不良、胃食道逆流以及其他消化相關病症。免疫功能同樣也會受到影響而減弱。所有這些後果都來自於以非同調運作的失衡神經系統，因為壓力化學物質的反應以及高頻貝塔波的腦波
而一而再以為外在世界是唯一的實相。持續的高頻貝塔波讓我們很難專注於內在的自我。我一再提到的壓力是三巨頭成癮的產物。問題不在於我們是否意識或覺察到什麼，而是我們在高頻貝塔波下所專注的幾乎都是我們的外在環境，包括人、事、物、地，我們的身體部位和功能。我餓了，我太虛弱了，我想要一個更好看的鼻子，我比他笨，以及時間，快點，快沒時間了。在高頻貝塔波的狀態下，外在世界比起內在世界似乎更加真實。我們的注意力和意識覺知主要聚焦在構成外在環境的所有一切。因此，我們會更毫不遲疑地把自己與這些物質元素連結在一起。於是，我們批評每個認識的人，批評我們的外貌，過度聚焦在自己的問題，害怕失去，所以執着於所擁有的東西，為了趕行程而疲於奔命，並被時間所主宰。這所有行為耗盡了我們的精力，讓我們無法留意真正想要的改變。無法自省反思，也無法去觀察和追蹤我們的思想、行為和情緒。過於執着於外在世界，就很難注意內在的實相。通常我們除了三巨頭以外，很難專注於其他事物，也常常被問題困住而不思如何解決。由外在轉內在，為何需要花這麼大的氣力？因為在高頻貝塔波的狀態下，我們的大腦不容易轉換到阿法波的想象角度。我們的腦波模式已將我們跟外界元素鎖死在一起，猶如它們是真實的。一旦你困在高頻貝塔波的狀態下，就很難學習。鮮少新資訊能夠進入你的神經系統，因為這些新資訊與你所體驗的情緒不相同。事實是，你忙着要分析的問題，你這時候的情緒狀態是無法解決的。為什麼？因為你的分析會創造出越來越高頻的貝塔波，在這種模式下思考，會導致你的腦反應過度，於是你論證拙劣，思路混沌不清。你被那些情緒掌握了，你用過去的方式思考，並以過去為基礎，試着去預測下一刻。所以你的大腦無法處理當下的時刻。你的世界已經沒有多少空間，容不下未知出現。你的感覺與量子場隔絕，甚至無法接受所在環境的新可能性。你的大腦不處於創造模式之中，而是沉陷在求生模式之中，被可能會發生的最壞狀況所佔據。如同先前所說，不會有太多的新資訊會被編寫進來，因為這些資訊與緊急狀態不相容。當一切感覺起來都像危機，你的大腦會將求生存列為優先選擇，而非學習。而答案就在於你與之搏鬥的情緒與你過分分析的想法之外，因為這些情緒和想法只會讓你連接到過去那些熟悉和已知的一切。要解決問題，首先你必須超越那些熟悉的感覺，並採用更有序的思考模式來取代你分散在三巨頭上的注意力。高頻貝塔波的非同調信號會產生散亂的思緒。你可以想象一下，當頭腦處於高頻貝塔波的狀態下，而你正忙着處理從環境、身體和時間送過來的感官資訊，這將會製造出什麼混亂？除了理解腦中的電脈衝示意定量出現每秒週期數之外，去覺察信號的品質也非常重要。正如量子創造的探討所指出，發送同調信號到量子場去預示你所期望的未來結果，這一點至關緊要。同調性對你的想法和腦波也是不可或缺的。在任何時間，當你處於貝塔波的頻率範圍內，三巨頭的其中之一就會得到你更多的注意力。
如果你想着要遲到了，你的重點就會放在時間上，這樣的想法會通過新皮質送出更高頻的腦波。當然，你對身體和環境的覺知也會發送相同的電磁脈衝，只是後兩者的情況不那麼緊急，所以會透過新皮質發送出較低頻的不同波形。正如你所見，在壓力中，這三種不同波形會一起產生高頻貝塔波模式的非同調信號。假如你跟我一樣，也曾經經歷過這樣的狀態，最後那張圖就是表現了你當時思緒的散亂程度。當我們與三個維度、環境、身體和時間全部接軌時，大腦就會試圖整合它不同的頻率和波形。這個工作會佔用相當大的處理器時間和空間。如果我們可以把其中任何一項的注意力解除掉，顯現出來的波形同調性會更高，我們也將能夠把三巨頭的問題處理得更好。覺察而非分析，允許你自己進入潛意識。這裡有個辦法能讓你知道你是不是處於貝塔波狀態。如果你不斷分析，我稱之為處於分析性心智之中，你就會在貝塔波狀態下而無法進入潛意識心。分析造成的癱瘓一說用在這裡很恰當，沒錯，這就是大部分時候我們活在貝塔波範圍時會發生在我們身上的狀況。我們唯一不處在貝塔波的時間就是睡覺，這時我們的腦波活動是由 Delta 波主導。於是你可能會問，你不是要我們覺察去熟悉我們的思想、感情、反應模式以及其他嗎？難道這些都不需要分析能力嗎？事實上，覺察可以存在於分析之外。當你覺察時，你可能會想我在生氣，而當你加入分析時，就不再是單純的觀察了。你會往下繼續補充，為什麼這個網頁要花那麼多久的時間來下載？是誰設計了這個愚蠢的網站？為什麼每次在我趕時間的時候，就像現在，我只是想看一下有什麼軟線片，網路就變得這麼慢？覺察，我指的是實際的應用，也就是只去注意看到一種想法或感覺，然後繼續前進。靜坐的操作模式。現在我們已經簡單理解了孩童和成人腦波的一些基本知識，這個基礎將提供我們一個操作模型，來幫你了解靜坐的過程。多虧了兒童腦波圖的研究，讓我們知道一出生時我們是完全處於潛意識的國度裏。發展中的孩童心靈是如何從產生習慣和行為的正負面認同與聯想中學習的。以下是一個正面認同的例子：當嬰兒餓了或不舒服，他會用哭聲來溝通，努力得到母親的注意。當照顧者以餵食或換尿布來回應他時，嬰兒的內在和外在世界之間會建立一個重要的聯繫。只需要重複幾次，他就學會了將哭泣與餵食和變舒服聯繫在一起。於是這成為一種行為。至於負面聯想，也有一個好例子：一個2歲大的幼兒把手指放在燒熱的爐子上，他學得很快，馬上就能把這個他所看見的外在物體爐子跟他內在疼痛的感覺畫上等號。試了幾次之後，他就學到了寶貴的一課。以上這2個例子，我們可以這麼說：無論是快樂的或痛苦的，當孩子注意到體內的化學變化，頭腦就會更活躍，並開始會去注意導致這些變化的外在環境。這些類型的認同和聯想會開始慢慢發展出許多習慣、技能和行為。如果你已經學到了6、7歲左右，腦波會變成 alpha 波，孩子開始發展出分析性或批判性心智。對於大多數孩子來說，分析性心智通常在7到12歲之間發展完成。
分析性思維，它就像一道屏障，把一個園區分為意識心與潛意識心。以成人來說，這種批判性心智喜歡辯論、推理、評估、預測，將他所知道的與他所學習的相互比較，或者將已知的與未知拿來對照。在大多數的情況下，成人的心理活動一直沒停過，他們的分析性思維一直在工作，因此他們的大腦都處在貝塔波的頻率中。現在來看看意識心佔據5%，只是邏輯和推理的據點，容易產生我們的意志、信心、意念以及創造力。而佔95% 的潛意識心，則包括所有因習慣和行為所產生的正負面認同與聯想，亦都說明咗靜坐的最根本目的，就是突破分析性思維。當我們處於分析性思維時，就無法真正改變。雖然我們能夠分析舊自我，卻不能夠移除舊的程式，重新安裝一個新的。但靜坐可以打開意識心和潛意識心之間的大門。藉由靜坐，我們進入潛意識的操作系統，所有不良習慣和行為的據點，於是我們可以把這些舊習慣和行為改變成更具生產力的模式，容易支持我們的生命。靜坐帶領我們從貝塔波狀態進入阿爾法波與西塔波狀態，讓我們來看看怎樣才能做出改變，並進入其他的腦波狀態，讓你可以突破與身體、環境和時間的關聯性。你可以自然而然地減緩頭腦和身體的警惕狀態，進入一種放鬆、更有序也更有系統的腦波模式。因此有意識地把你的腦波從高頻貝塔波的狀態換檔進入阿爾法波和西塔波是可行的，也就是說你可以訓練自己上下移動腦波範圍。當你這樣做時，你會打開真正改變自己的大門，你會突破被求生模式反應所驅動的一般性思維，進入潛意識心的國度裏。在靜坐的過程裏，你會超越身體的感受，不再受環境擺佈，並忘記時間。你會忘了你的身份認同。當你閉上眼睛，來自外界的資訊輸入就減少了，你的新皮質所需要思考和分析的東西也減少了。因此，分析性思維開始變得緩和，而新皮質的腦電活動也將會沉穩下來。接着，當你安靜平和地集中精神，並在放鬆狀態中專注，你的額葉會自動活化，而新皮質其他部位所觸發的突觸數量會變少，由此大腦裏負責處理時空的回路就會縮小屬地，這會讓你的腦波自然而然減慢到阿爾法波。於是你就會從求生狀態進入更具創造性的狀態，你的大腦也隨之重新校準，改換到一種更有序、同調性更高的腦波模式。假如你能夠持續練習靜坐的其中一個後續步驟，就是進入西塔波頻率，那是身體沉睡但心靈清醒的時刻。在這個神奇領域，你會處於更深的潛意識系統裏，可以將那些負面聯想立即改變成較為正面的想法。還有一點要記住的是，如果你先前的身體已被制約成為潛意識心，在這個心靈清醒而在身體某程度上沉睡的當下，身心之間的阻礙已經消失了。在西塔波中，身體不再掌控一切。你可以天馬行空地自由發想，改變潛意識的程式，而且最後能夠在一個完全無愛的境地中創造。隨着與清醒時的腦波變化，當你睡着時，腦波狀態的頻譜會從貝塔波、阿爾法波、西塔波進入德爾塔波。同樣的，在你早晨醒來時，你也會自然從阿爾法波、西塔波、阿爾法波再回到貝塔波。
重新進入意識覺知中。當你從休冥中再度回到感官接掌的狀態，記起自己是誰，你人生中的問題，睡在你身旁的人，你擁有的房子，你住的地方，然後就像變戲法一樣，透過聯想，你又回到了貝塔波狀態，做回原本的你。有些人會非常快速地通過這些不同階段，快得就像鋼球從樓頂落下一般，他們的身體是如此疲勞，以至於向下進入潛意識狀態的過程發生得如此之快。還有一些人無法自然入睡，因為他們的生活重心都放在會強化心理和情緒成癮狀態的那些刺激上。他們徹夜失眠，可能需要服用藥物，藉助化學藥物來改變大腦及鎮定身體。不論是哪一種人，睡眠問題都表明了頭腦與心靈沒有同步。一旦身體不再掌控心靈，僕人不再是主人，你將能行走在真實力量的國度中。你重新變得像個孩子一樣，得以進入天國。靜坐的最佳時刻，早上與晚上。腦化學會每日正常變化，交替產生血清素及褪黑激素這兩種神經介質。血清素主要讓你在白天能夠警醒，而褪黑激素則讓你在夜間能夠放鬆好入眠。我們的潛意識的大門一天會打開兩次，一次是晚上入睡前，一次是早晨清醒時。因此，靜坐最好的時段是早上或晚上，你會更容易進入 alpha 波或 theta 波的狀態。以我來說，我比較喜歡早起靜坐，因為那時還有點半夢半醒，大腦的優勢腦波還是 alpha 波，而且剛睡醒，心理狀態就像一張白紙，正是揮灑創造力的好時候。有些人喜歡在夜深人靜時冥想靜坐，他們了解在白天掌控一切的身體現在已經累到沒力氣扮演心靈了。此時在他們還醒着的時候，就能夠輕而易舉地引出 alpha 波，甚至進入 theta 波的高層次精神狀態。白天靜坐可能會比較困難，特別是如果你的工作繁忙，或者還要管教需要你費心照料的孩子，或者是要參加一場需要你高度注意的活動。在這些時候，你的腦波通常會在高頻貝塔波的狀態，因此要進入靜坐狀態，可能需要花更多精力，才能打開潛意識的大門。進入靜坐的過程，向內自省的練習可以重新訓練心靈、身體和頭腦處於當下，而不是處在你對未來事件的期待壓力之下。靜坐也可以讓已經成為潛意識心的身體擺脫過去，並將你從熟悉的情緒中釋放出來。靜坐要像一根羽毛從樓頂緩緩墜下的姿態一樣，緩慢又穩定。你得先訓練自己，讓身體開始放鬆，但精神要保持專注。一旦你掌握了技巧，最終的目標是讓身體入睡，但心靈要保持清醒或活躍。以下是靜坐的推進過程。如果清醒意識是貝塔波，有低頻、中頻及高頻，取決於你的壓力程度。一旦你坐直，保持脊椎挺立，閉上眼睛，採取一系列有意識的呼吸，並且進入內心，你自然而然會從交感神經系統切換到副交感神經系統，而改變你的心理機能，從緊迫自衛系統、攻擊、恐懼、逃避，轉變成長期性、有建設性計劃、生長和修復的內部防禦系統。由於身體已經放鬆，你的腦波自然會開始轉移到 alpha 波狀態。如果做法正確，靜坐將會把你的大腦轉移到一個有序且同調性更高的波形。
你會從專心於外在的三巨頭變成沒有身體、沒有外在及沒有時間的狀態。於是你開始產生歸屬感、完整感、和平感，並體驗到更健康的信心、喜悅與啟發等高昂嘅情緒。同調性腦波的協奏曲。假使我們對心靈的定義是運行中的大腦，或者是處理不同意識流的腦部活動，那麼靜坐自然能產生更多同步及同調的心理狀態。相反，當大腦受壓力，腦電活動就像一支放空奏辦的交響樂團，而心靈也會失去節奏、失去平衡，變得混亂。你的任務是完美演奏。即便這個樂團的每個成員都自視甚高，以我為中心，認為他們的個人演奏必須凌駕於其他團員的表現。但如果你能堅持他們必須遵從你的領導工作，那麼總有一天他們會臣服於你，尊你為他們的領導人，並且成為一個合作無間的團隊。此時腦波就會變得更同步，從 beta 波移到 alpha 波和 theta 波，更多個別的回路開始有序地進行溝通，協調出一個同調性更高的心靈，而你的覺察會從狹隘、過度焦慮、強迫、各自為政與求生存的思維，轉變成更自由、放鬆、整體、當下、有序、具創造性且簡單的想法。這正是我們賴以為生的自然生存狀態。讓我們來看看同調性，或者所謂的同步性，亦即各個腦區和諧工作的狀態。同調性是療癒的基礎，這種從大腦傳送到身體的有序同步的新信號，把所有不同系統組織起來，讓體內進入平衡狀態。心血管系統、消化系統、免疫系統等所有系統都進入同調狀態。當神經系統重新自我校正時，先前用於求生存所需要的巨大能量，現在就可以用來創造。於是身體開啟了自我療癒的過程。舉個例說明，在某次的演講中，有位名叫何西的男子告訴我，他在20多歲開始靜坐時的第一次經歷。那時候他的左手有10顆橄欖大小的肉瘤，他覺得這些肉瘤讓他很難堪，於是會把左手藏在口袋裏。有一天，有人給何西一本談靜坐的書，書中教導靜坐的方法，只需要專注於自己的呼吸，同時讓心靈擴大到突破身體的障礙。某天晚上入睡前，他決定嘗試一下這個靜坐的方法。開始靜坐沒多久，他就從過度焦慮及狹隘受限的狀態轉變成更廣闊、更開心、更開放、注意力更集中的狀態。隨着他逐一清除了熟悉的個性與先前別人眼中的他判若兩人，於是他就從習慣的隨機思維模式進入更廣闊及自我意識中。當出現這些情況後，會有些什麼改變？第二天早上，何西醒來時，發現左手上的10個肉瘤都消失了。他不敢置信地在床單下找那些有存在的證據，結果是一無所獲。他說他自己也不知道那些油去到哪裏了。我告訴他，那些油已經回到他們的來處。量子場，我向他提出這樣的看法：維持他身體秩序的宇宙智能，自然而然地做出了他一貫所做的事，創造更多秩序來回應同調性更高的心靈。由於他同調的新心靈與客觀的更高心靈相吻合，於是來自內在的強大力量治癒了他。奇蹟就這樣發生了，因為他離開了熟悉的方式，
沒有了身體，沒有了愛物，沒有了時間，也沒有了自己。他注意力從持續失序轉移到持續的有序，從求生存到創造，從合益到寬闊，從非同調到同調，然後不再受到限制的意識恢復了他身體的秩序，於是他就被治癒了。靜坐加上行動，一個女人走出貧乏的心路歷程。在研討會上，我經常會邀請與會者分享他們改變人生的驚喜經驗。最近這一位來自魁北克省蒙特紐市的治療師莫可里描述他自己的非凡體驗。在他大半的成年生活裏邊，曾經無意識地生活在一個持續的貧乏狀態之下，沒有足夠的錢，沒有足夠的精力，也沒有足夠的時間來做自己想做的事。而現在情形更是雪上加霜，她的工作坊租金漲得太高，她和丈夫兩個人負擔不起兒子上大學，家裏的洗衣機也該換了，加上大環境不景氣，好幾個客戶都不再光顧了。有一天，莫可利在靜坐時，你會在本書中學到這些方法，仔細思量自己的人生選擇，意識到他不再能再繼續平時的作為，阿 Q 地用我是不幸，但事情有可能會更糟的心態來承受各種風雨。他意識到自己總是以貧乏的角度來做決定或尋求解決問題的方法。時間不夠，錢不夠，精力不夠，他已經牢記這樣的存在狀態。貧乏成了他的個性。簡言之，他的心態一直都是船到橋頭自然直。諷刺的是，莫里可曾幫過他的客戶克服這一類人格特質，而且都頗有成效，他們都變得更積極主動了。抱着極大的決心，他決定改變自己的個性，他再也不要被生活踐踏，被動地等事情發生在他身上。接下來，莫可製作了一張表格，列出他想要成為怎樣的人，他想要怎樣思考，以及他想要怎樣感受。他想象自己是一個充足精力、時間和金錢的女人，能勇敢做出所有決定。最重要的是，他想成為這樣的一個人，目標既明確又堅定。他知道自己不想做回以前的自己，渴望擁有新的自我思考方式、感覺和行為。一旦我們做出如此強烈的決定，並對真實上有明確的概念，這些想法的清晰度和同調性就會產生出相對應的情緒。如此一來，我們身體的化學湯將會發生改變，神經組成也會隨之改變。我們修剪舊突觸的連結，並萌發新連結，甚至我們的基因表現也會變得不一樣。莫里可開始以新感受來生活，覺得自己擁有足夠的錢、足夠的精力，而且每一個需求都已被滿足。他感覺好極了。當然，他憂慮的問題沒有在一夜之間消失了，但他卻因為不同的心態，生活過得越來越好。幾星期後，莫里可正在會見那天的最後一個客戶，對方是一個從小在法國長大的女人。他回憶起過去時，提起他雙親每個月都會買一張彩券，而這個傳統他依然維持至今。那天晚上，莫里可開車回家時，其實已忘了彩券這事。他從來沒有買過彩券，他覺得以他有限的財力，這種無謂的支出還是能省則省。那晚在停車加油後，他走進去店裏付錢時，看到櫃位上擺着各種彩券。以新心態生活的他覺得自己的生活豐足，覺得自己還有餘錢可以用來買個運氣。於是他當下就選購了一張。途中莫里可還買了披薩外帶回家當晚餐。到家停車拿披薩時，他才發現那張被他忘在一邊的彩券正黏在披薩盒外的油漬上，還沾到了副駕駛座的椅套。他把披薩盒放在桌上，彩券還黏在盒子邊。他告訴家人，先開動後就會回到車子清理椅套的油垢。
當她正在洗刷時，她的丈夫跑了過來。你鐵定不會相信，你的彩券中獎了。現在你可以回想一下前面提到的量子場會以無法預測的方式來回應你的所求。再回到莫可尼，你一定會想，他中了上100萬美元，從此應該過着幸福快樂的生活了。並不盡然，其實莫可尼贏得的金額是53000美元。他開心嗎？說係已經比較貼切。這對夫妻的信用卡債和汽車貸款剛好是53000美元。莫妮可興奮地告訴我們這個故事，他也偷偷承認，下一次他可能會要求多一點。除了解決他的燃眉之急外，還能多剩一點錢。莫妮可的故事所顯示的是創造新存在狀態的神奇力量。他無法只透過想象新自我就達到目標，他還必須轉化成行動。自認為過得苦黑黑的舊莫可尼不會去買彩券，但有了新個性的他做出了符合新個性的行動。於是量子場以完全出乎他意料的方式完成了他設定的目標。莫可尼可發展出一種能夠把握機會並及時採取行動的新個性，於是體驗到一個全新且更好的結果。新的個性就是新的個人實相。你當然不需要靠中樂透來改變人生，但是你的確必須做出不再做舊日自我的決定，允許自己走進無意識程式所在的操作系統中，去制定一個新自我的明確計劃。紅塵菩提，喧鬧中的寧靜。在結束這一章之前，我想提出一個我在《進化你的腦》一書中所引用的主題。有一群就讀於威斯康辛大學麥迪遜分校的佛教僧侶，這些超級靜坐家進入同調腦波狀態的能力遠超出了我們大多數人。當他們進行慈悲靜坐時發送出的信號，其同調性幾乎都高度破標。研究期間，每天早上研究人員都會監測他們靜坐時的腦波活動。監測後，他們會前往校園或鎮上去做他們想做的事，比如參觀博物館或去商店買東西等等。等他們回到研究中心後，在還沒有開始靜坐前，又再一次接受腦掃描。令人驚訝的是，儘管他們沒有整天靜坐，還在外面接受那麼多的非同調與混亂的信號，但他們仍保持着先前靜坐時所出現的同調性大腦模式。大多數人在面對外界紛亂的刺激後，都會退回到求生存的模式，並製造出壓力化學物質。這些壓力反應就像是擾亂大腦信號的破壞者，而我們的目標是以那些真理為標率。如果我們能夠每天都產生高同調性的信號模式，同步腦波，我們將會發現這些信號會帶來具體的成果。如果你能像那些僧侶一樣重複創造內在的同調性，久而久之，即便你接觸外在的環境，那些破壞性的刺激也不會再對你產生影響。於是你不會再經歷那些下意識的自動反應，強迫你回到那個你渴望改變的舊自我。堅持靜坐以及創造內在的同調性，不僅能消除折磨身體的很多痛苦，還可以朝着你設定的理想自我邁進。你內在的同調性能抵抗負面的反動情緒，讓你忘掉造成這些負面情緒的行為、思想和感情。一旦你到達了中庸空無的狀態，就很容易進入同情、慈悲的情緒狀態，也更容易帶來純粹的喜樂、愛與感恩，或任何其他的高昂情緒。這是真實不虛的，因為這些情緒都是高同調性。在靜坐過程中，腦波會反映這種純粹的心理狀態，於是你將開始克服身體、環境與時間。這三巨頭就是捆綁你情緒的元兇。現在他們不再能控制你，而是你控制了他們。有了這些知識，你已經做好了體驗的準備。
請記住，知識是經驗的先行者。你讀過的所有資訊都是在為親身的體驗做準備。一旦你學會靜坐，並將之應用在生活中，就會開始收到回獻的果實。在本書第3部，你會學到如何把這一切知識付諸實踐，並在生活的任何領域做出可以測量的改變。我想起了許多登山客在爬華盛頓州的瑞尼爾山 Mount Rainier 時，會採取2階段行程。瑞尼爾山是美國本土最高的火山，海拔4900公尺。這些登山客會把車子停在天堂傑克遜遊客中心，海拔1600公尺，然後先跋涉到廟爾營地。海拔3000公尺，在這大本營停留時，讓他們有機會回顧所有走過的路程，評估他們從爬山的準備與經驗中所學到的知識。休息1晚後，再繼續攀登瑞尼爾山的雄偉高峰。這樣做可以把知識與經驗結合，順利地成功攻頂。現在的你已經準備好要應用你所學到的一切知識，你新開發的智慧會激勵你前進到第3步，並在其中進一步精通這些技巧來改變你的心靈以及你的人生。因此，我請你在這裡稍作停頓，抱着感恩的心回顧看看你在第1步和第2步所獲得的資訊。有需要時可以再複習一下你覺得很重要的任何內容。接着請再一次跟我一起為你攀登自己個人頂峰的靜坐之旅做最後的準備。